讲因缘天注定，毋是每人脚高行，真侪人拢爱拜托元老，会当牵一条好的姻缘线，嘛会当有好汉年。有一个查某大学生今年8月来到台中乐成宫来拜元老，会当求姻缘。本来已经铁起，结果小连线跋到5个上杯，落尾真是真顺势，交到一个男朋友。男朋友的条件含伊之前甲元老下愿的条件拢共款，嘛互伊真感谢，讲元老实在真灵舍。不如个嘛人讲家己在一丛，看赢看别人，也就是。也对人，跋杯声拢无停落，元老殿内底拢是要来求姻缘的人。陈小姐甲张先生是国中的同学，本来是无感觉，想袂到张先生来拜元老了，两个就开始交往。因为感觉真灵性，因嘛将同学拢带来咧拜元老，希望同学拢会当找到女朋友。我那时候被逼得走投无路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对我原本是半信半疑。对，然后后来真的中了，好，那就带朋友一起来这样。他是女朋友，所以你跟着来就对了。想要求姻缘，真侪人拢会来台中乐成宫拜求元老。元老殿内底搭满贴仔甲感谢的卡片，一个查某大学生嘛来咧求姻缘。无信宗教的伊来甲元老求，希望会当拄到悬178公分、外表清气、鼻仔灵的查甫囡仔，嘛希望元老会当甲伊斗相共，互伊当交往较稳定咧。想袂到一捆就稳固的圣杯，然后2个月了后，佫真正拄到符合条件的有缘人，而且对方伫咧讲要甲伊交往的迄天，佫摕元老汤仔互伊食。但是我都已经267年啊，但是元老才30年尔，30年来，嘛来拜元老的嘛真济，嘛促成足济少年啊来促成，因为我的汤啊啦、饼啦拢食袂哩。因为连续有信众成功来求到姻缘，一个传一个，当然嘛有人求元老真久，也是孤身一个人，所以是毋是有灵性是见仁见智。上重要爱先来提升家己，才会当拄到好姻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